香港公屋長青邨3到4人單位間3房點樣裝修靚？客廳擺埋到頂電視櫃，下邊懸空裝埋燈帶，側邊玻璃飾櫃，跟住入來主人房，靠窗定製4尺地台床，側邊到頂衣櫃延伸書台。廳房做咗4尺油壓床，床尾到頂衣櫃。入戶門口到頂鞋櫃，中間留空可放鎖匙。廚房做咗 L 型上下櫃，上邊做埋鋁扣天花。浴室呢邊轉型浴屏，7字形地櫃加鏡櫃。門口都做返個 PD 門，裝修家私一條龍，有問題可 PM 我。